包括立委洪晓玲、林书明等真侪国民党的立委，前2日去中国参加厦门台商协会活动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讲，伊当三共邀请这立委，洪晓玲是强调讲，伊是自费参加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要求相关的委员返来到台湾，就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讲，因这桩无妨交代任务，唔通阁继续主动去中国，就爱报备的国安法案，嘛应该赶紧来审查国防军备相关的预算。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指，透过面册分享去厦门参加台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，国副市长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孝严的合照。除了伊以外，一个媒体报道参加立委国父林书明、邱淑华、叶元之、陈正琴、卢玉玲、涂宽吉7人。民进党政府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大陆事务，那对于这些愿意奉献心力、关心台胞、关心台生、关心台商的我们这些民意代表，又要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。没有鬼鬼祟祟附中这件事情，就算去中国大陆也是光明正大。我们是自己自费的行程，这个难道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？陆委会，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，让在野党的委员们去做，你应该是给我们肯定，而不是在那里阻挠。在那里抹黑。陈玉珍承认，但邀请其他两会，洪晓玲强调是自费参加活动。民进党伫县党团要求相关委员等台湾了后，用实地行动证明并无去中国领事，唔通够主动去中国报备国安法案，加国防军备预算。因此呢，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名去中国的这7位国民党的立委，不管你们是去那边跟台商交朋友也好，还是要去跟中国台办人士见面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的指示，回到台湾来，到了立法院，在明天召开的程序委员会，我们就看你实际上的作为有没有将附中报备的法案纳入审查。民进党团书记长陈佩如强调，立委去中国立款的国安法案，伫真侪委员提案之下，已经做到主动751摆。报备机制敢若是提醒风险，毋是许可制，也无限制委员行动甲言论自由。议员和国民党全面来反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